是在地新闻，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彰化县庆祝建县300周年的音乐会，特别邀请到国立台湾交响乐团、甲朱宗庆打击乐团来表演，两场的演出拢免门票，欢迎大家到彰化来欣赏音乐会。 彰化县政府规划伫7月16暗时7点30分，伫鹿港体育场举办建县300庆典音乐会，邀请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演出。所落来伫7月17，同款是伫鹿港体育场有朱宗庆打击乐团结合风调和默剧演奏音乐会的表演。 我们都知道朱宗庆打击乐团，它是传统跟现代是融合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国际级的，也是一样哈。那表演非常精彩。县府强调音乐会拢是免钱入场，另外县府嘛有伫鹿港办理彰化走读艺术节，民众日时会使先去鹿港佚佗，暗时再来听音乐会。 我是吴依璇，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下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哦。